20章31节讲，要互恁会通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囝，并且要叫恁信伊啊，就因伊的名来得到生命啦吼。所以领受这个神的见证就像1章第1节就讲，太初有道，道甲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踮在咱的中间，常常满满有稳定有真理。干那这节圣经就好啊。约翰福音的第1章1节4节，这样甲咱讲太初有道，就是人人物的开始就是创世的开始这个道咧，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当然是神讲的，所以道甲神同在。今仔咱的求道者要明白神，要明白圣经的话，咱就一定求神同在。但是咱的时间无限长所以讲太初有道，一个相信神的人就将起初迄个真理就念到即嘛来。所以讲，这就是神的能力道就是神。主耶稣基督讲，伊就是活命的美娘，来到耶稣这的人，心灵的确袂夭饿。相信耶稣的人，心灵永远袂脆干。请收听《活命美娘》。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咱的好朋友，我是希洛。咱要继续来伫活命美娘的单元，要过来分享新约圣经这个头前约翰福音，就是第4卷约翰福音的概论约翰福音伫这个14章第6节，耶稣有讲我是宣告，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活命。若无遮着我，无人会当到爸遐去。哇，这偌大的这个口气耶稣讲伊是道路，有影。若无耶稣，人生无路。咱伫传统内底就去拜拜，咱伫传统内底就去算命，咱伫传统内底就爱请王爷，请这个师傅，请这个神明来甲咱带路。其实这拢是民间的传统信仰。圣经清楚讲到耶稣是对神来，所以对神来将来要带咱倒等于神天父的面前。所以讲，伊是道路真理就是神的话，所以主耶稣所讲的拢是神的话，对神遐来，所以这就是真理，袂使改变的。生命咱信耶稣毋是干那肉体生命，其实较重要就是咱属灵灵内底会当统一倒转去神的面前，所以道理会当安尼真正统一道统。咱有血统嘛血统个人无共，但是道理拢共款的。个咱的灵内底有灵统，咱拢归属神的。所以若要归属神，要有圣经的真理，无人会通倒转去到爸遐去。所以这就足清楚的这个记录唯有主所传的这个福音才是真正福音有真理，会当互人认捌天顶的神，放杀一切这个虚妄甚至这个迷信这个偶像这拢是得罪神的所以咱相信耶稣咱的心肝会亲像叫光照甲1000里草清楚人的软弱，清楚这个罪恶的这个需求甲对人的这影响，伊带咱开一条又新又歪的这道路互人通得明白稳定平安拢最后通领受对主耶稣遐来，所以咱即马生活就无像过去安尼战正紧张啦总是这个约翰福音20章31节讲，要互恁会通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囝，并且要叫恁信伊就因伊的名来得到生命啦所以领受这个神的见证就像1章第1节就讲太初有道，道甲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踮在咱的中间，常常满满有稳定有真理。干那这节圣经就好约翰福音的第1章1节4节，这样甲咱讲太初有道，就是人物的开始就是创世的开始这个道咧，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当然是神讲的，所以道甲神同在。今仔咱的求道者要明白神，要明白圣经的话，
咱就一定来求神同在。但是啊，咱的时间无限长啊，所以讲太初有道，一个相信神的人，就将起初迄个真理就念到即嘛来。所以讲，这就是神的能力啊，道就是神啊，神啊，伊会当道用伊的话成了肉身。所以2000年前，耶稣基督降世来到世间啊，伫咱中间种种某某稳定有真理啊，这咱拢拔袂倒的吼。甚至有人相信，咱嘛会当转来体会会当得到足济信仰的这个造就甲建立。第一项咱要来讲施洗约翰的见证，伫约翰内底讲的吼，这个是对神遐切来，讲要做见证，要做光啦吼，互相信的人嘛会当因安尼做伙来领受这个生命的光。所以施洗约翰就开始传扬悔改的这个洗礼。有一人来做伊是这个弥赛亚，但是施洗约翰清楚表明，伊讲我只是为做见证的工人尔吼，迄意思我后壁来应该信我的后壁来，我记得咯，所以主耶稣伊就尽这个主般的义接受这个施洗约翰的洗礼，所以天就开咯，就看到异象，讲圣灵亲像粉鸟安尼降临来伊的身躯啦吼，所以这个施洗约翰伊刚洗礼时阵嘛有迄个圣灵随时来见证讲吼，讲耶稣就是迄个伫要来的救主吼，伊是神的囝，因为当看到圣灵降临伫主耶稣的身躯，但是施洗约翰一生中可能无经过什么新约，但是伊见证却会当吸引真侪人吼，这咱就当知施洗约翰的见证过来讲律法的见证。约翰5章39节你讲到恁查考圣经，恁掠做内面有永生。但我做见证的就是这本圣经，所以圣经的这个领受甲建立清清楚楚是神的律法神所颁布要人来遵守的，所以咱来当遵守神的话，等于是谦卑虔诚咱家己的脚步咱就袂走闪去啦吼。所以主要说伫足济所在拢来表明伊是人的囝吼，是君王的这个后代所以。主要所以本来就是照神的指示来只是咱有时你未了解总是伫这过程内底，咱就会当看来讲，主要所真心来做见证毋是干那施洗约翰见证，主要所真心来做见证，因为互主要所甲伊造就信仰来恢复，甚至医疗拢得到帮助的咱也感觉讲真奇妙拢是有神美好的意思，所以人会当食偌久活偌久，其实这个。生死祸福，拢伫神的眼中新约基督的见证嘛是足贴切所以主要所讲恁着信我我伫爸内面，爸伫我内面，恁嘛伫我内面所以虽然毋信嘛会当因着主要所行的事来看见这种咱真通知主要所嘛宣告讲福我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要搁再福我。活着信我的人永远袂死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宣告这就是新约，主要所行新约足济美好的这见证过来使徒的见证咱知影使徒除了懵懵懂懂来正做主要所判手的门徒，其实无几个啦无几个当安尼清楚讲将看见、听见、摸过拢甲报答，拢甲表明出来甚至一丝仔都无晓疑所以这12个门徒算无简单，但是这个使徒要见证的，就是主要所的神性主要所属灵属神的神性。所以咱嘛看到讲圣灵来宣布讲这个当主要所洗礼时粉鸟来降伫伊的身躯，伊就讲讲恁等于大因讲讲这个圣灵降临伫什么人的身躯，送就是咱的救主啦伊来咯要互咱来为伊来做见证因着安尼咱一寡呢当时的这门徒啦因嘛要来求圣灵总是有伫耶路撒冷听候的都会得到啦咱今仔嘛是共款进入神的殿，参加聚会，定祈祷所以神爱世间人都袂分批走啦拢是为咱各人，为咱需要的人来帮助的甚至第3章的16节咧讲到常常默默带来恩典，带来真理这是主要说伊所来的这个工课所以要吸引足济人来归耶稣，毋是用迄个武力胁迫迄个方式来传福音乃是用伊的爱甲保护要来互万人来吸引。所以奇妙的救主做奇妙的事
主耶稣用钉十字架了后，嘛因为伊死伫十字架顶。头啖落，咱了有一个真好的一个遵循，洗礼爱甲主同死，就是规身躯落水，面朝下，这19章30节讲的低下头，才证明讲这个人是死去咱就高去的时阵，就是低头无法度呼吸所以神激励咱互咱知影讲伫这个主耶稣死的形状顶面，甲伊联合，活的形状嘛甲伊联合，咱就成做主耶稣承认的这个后嗣啦。这是至大的爱约翰15章13节咧讲，为朋友舍命，无人的爱比这较大。但是主耶稣为咱付出的，侪拢远超过这啦，超过人的这想法，超过人的这个工作所拍的所以咱也信任耶稣基督的大爱伫咱无惊艰苦，无为辛劳咱会当靠着耶稣赢过这个物质的一切啦过来讲完全的爱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完全怜悯人，完全慈悲心完全圣洁，完全无瑕疵所以完全的耶稣基督，伊甚至就伫禁食祈祷的时阵，魔鬼甲试探，伊嘛一丝仔拢无妨碍所以探袂落就用别种的这个方式，但是咱看到主耶稣因为爱，徛伫真条，徛伫真主所以伫伊的应许内底真理的教示，互咱真明白而且平安的劳碌嘛，互咱会当体会所以14章这个33主耶稣讲，咱来放心啦伫这个世间咱有一寡呢比较的代志会惊吓会心痛但是主耶稣要互咱喜乐的心。互咱平平安安伫这个世间无忧愁无胆怯有靠着耶稣基督才做力量所以有真理啦，有平安啦，过来讲有圣灵啦，这就实实在在的体验啦。约翰得到圣灵了后，起来做见证伫耶路撒冷主耶稣嘛吩咐因爱到耶路撒冷听候，所以彼得迄个时起来见证就足完整的。咱对使徒行传第2章，咱就会当看清楚主耶稣安尼亲自把这个平安留予咱，把这个圣灵来赏赐予咱，互咱对圣灵保惠师内底会当来查考、体会、探讨，为什么咱食饭祈祷拢爱靠耶稣，拢爱感谢，因为迄毋是一次性的毋是讲一次无干就干净毋是咱定定祈祷咱的内心就会起了变化所以圣灵甲咱帮助，人对软弱会当变做刚强而且有能力实实在在去面对神赏赐人的平安喜乐进到伊的面前主耶稣嘛真保守啦，这个保守就是讲咱继续活伫这个世间应该会遭遇足侪阻挡、逼迫困苦艰难但是伊求天顶的父神讲，我无求你互因离开这个世界，只求讲安尼来保守啦主耶稣嘛无放咱做孤儿会当得到保守，将来会当警醒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主的爱定在咱的了然伫心中啦合一咱会当甲主合一两下过长的树因为耶稣的保护压落了伊就无效去这个入去到密至圣所会当见神的拢是因为主耶稣所拍派、所备办的人生的道路咱有这了，咱就有了这个属灵的愿望，所以约翰福音讲起来是真奇妙一部册啦伊会当讲安尼完全来陪伴人互咱通理解，而且借着这个神的灵，互咱知影伊是天国独一的主宰是咱心中永远的倚靠，是咱祈祷的对象。安尼来学了这位神耶稣基督，无啥物通可怕，无啥物通来杀体下走的则真正都要用心来面对着主耶稣对咱的好咱外面美妙单元到这要来完成咱做伙来压头别倒。奉主耶稣性命祈祷，主爱爸感谢学到你人生在世，咱拄着遮济困苦患难，但是主你的帮助甲爱，有遮济遮恩典互阮领受的时阵，对照圣经实在是佩服，而且是安尼心肝充满了感谢愿主耶稣将阮这种感动来化成做力量，建立个人的信仰，嘛会当坚固周边的人的这个信仰，大家做伙成长做伙欢喜做伙感谢
就会做伙领受主耶稣美满荣耀的福分。咱这个单元到这要来完成愿主耶稣垂听阮的祈祷愿荣耀颂赞归主耶稣的圣名，因为平安临到阮的心上。哈利路亚，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咱厝边隔壁节目就要来这来完成结束咯。这毋望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咱有感动，咱愿意来查考道理，欢迎咱到咱本基地，也是咱外出的时阵一定都爱去真耶稣教会哦。真耶稣教会有圣灵，有真理，有神者技术，神甲咱同在，咱会通无同款的这种体会。我想圣灵引带，要互咱得到心灵的这个更较大的这个收获。听了有啥物好的感动甲心声欢迎跟我联络哦咱来分享给其他需要的人，咱的节目会当更较公平听的人更较济造就的更较大希望要做咱的好朋友哦，因为耶稣基督伫咱心中，愿主来带领，互咱的节目会当伫这个改变更新的时阵更较济人来收听，听了会更较感动有更较造就，愿主甲咱祝福，大家平安。